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江苏省京剧院的青年演员，我叫黄金钊，今年27岁。这次展演的剧目是《李逵探母下山》，希望您能喜欢。下山岗，回得家去探老娘。借酒任性，我不闯祸，这命慎言，请听放。托梦宋大哥春蚕李逵回家探母，临行之时是再三的嘱咐，叫咱在这一路之上不可饮酒，莫管闲事，休要犯那这其早的性儿。咱一定牢记大哥之言，接得老母即刻回山，方伯父重家故地关切之意也。真看凉风轻秋啊定儿香，唐花绿远山藏，
相叮当。啊呀，且知看前面影影绰绰一带红墙，想必就是菩提寺。适才钟声响亮，一定是那些个和尚们有之债年轻了。哎，咱倒想起来了，在咱幼年的时期，常到这寺内玩耍，这里面枯木树甚多。有一日，只见这梨儿正熟，是咱悄悄地爬上树去摘取梨儿，不想惊动了那个老和尚，救命他的小头队们手持棍棒，要赶咱下树。是咱一时兴起，就将这手中的梨儿对准了那个老和尚，射了一声打，不偏不歪，正打在他那光秃秃的头上。十三见势不妙，就跳下树来跑回家去。不想那些个和尚们一看到家中与咱那老娘是不般的争吵，咱那老娘只得央求着他们，也不知说了多少好话，他们才恨而去。嘿嘿，想起咱幼年这顽皮的性儿，也不知招惹的老娘生了多少嫌弃呀！看前面一时西门，待南前行且步，操啊操！想起咱幼年时儿时不应当，找时间回家去把老娘探望，母子门前面酒细细中堂，我的娘笑着脸儿缠着身儿拍着单肩膀，他叫道：喜亏我那好儿子，铁牛我那乖儿子哦，少不得做，这便是默默叫咱唱一呀唱，与老娘对呀坐，把话讲我一边说，我一边吃，我边说边吃，边吃边说，咦，哟吼啊！哦当李逵心那中不住的喜洋洋，心情的不叫西门王，恨不能他双耳吃。回到咱老
你。